无拼，他会知影输赢。顺逆轮，看字念字，捌归字。人的一生会拄着足多无顺时的时阵，凡事是读册成一摆，事业失败等等。即使你艰苦甲袂食袂困，甚至想讲人生已经无希望啊！安尼，稍等一下，请你着爱真足听，听完嘛莫袂记得，互我扑啊声。我自出世，规身躯拢有各样，骹手啊满红，无法度行路，两骨弯翘，胸坎加胸，生做细粒子，阁饲袂大。医生甲阮阿爸甲阿母讲，我有可能会翘起。因听一个随讲去，嘛足惊吓。哪会安尼？顶世人敢有做啥物识得代？落尾我到呾，阁会食会困会读册，不离个两骨缀着心脏，年岁哪大嘛哪来哪窜，不时头晕目暗。阮爸母真无简单，甲我请养大汉，虽讲伫足侪所在拄着困难，因毋但无放弃，阁用心陪伴，实在足感恩。阮准备要读册的时，厝里敢若靠阿爸一个人在趁食，日子足歹过。看倒一间学校要收我，阮着爱细厝细到遐。学校拢无要互我读，较好听的是讲，惊因若有失甲插，会害我着伤。其实是话尾惊死，惊因爱担责任。伫我的生命内底，无完全是歹的、崩壁的。自细汉，我对台湾台语毋但有兴趣，阁会参加即个项目的比赛。家在拢有着顶，无互爸母的辛苦无彩工。我国校的导师对我有够疼读，因带我甲母莫阁遐负面，万项代志拢爱先想看要安怎解决，准讲拢相对歹去，嘛敢若加操烦的尔。伫国校出业进前，就因为老师斗相共，同学相挺，我才会得到总统教育奖。对我来讲，毋但是得奖来欢喜，嘛互我更加有自信。便若是对的，就爱无遗憾，莫撇退，勇敢行到底。
我的人生家己看，虽望坎坎坷坷，毋过我知影，若无惨惨拼一摆，永远都无成功的机会。嘛多谢阿爸甲阿母用心请养，无逐我放散，互我会使无烦无恼，平安过日子，搁通发挥我的全长，甲超找兴趣，因干那爱我认真读册，剩的互因去操烦就好。无拼，才会知影输赢。即句话，一世人我拢会记条条。咱拢咧学习，免惊做毋对，干那惊你毋敢做尔。各位朋友，噗仔声，把伊吹落去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